來繼續來看這位印太戰略智庫的執行長石板明夫，昨到台中演講的時陣，被一個男主角攻擊，人已經抓到是香港人。警方即擺當進一步咧追查，伊入境台灣了後，是毋是有在地人士甲接應？穿黑衫的查甫人直直行過來，先比卡比手，刷了毀對方的面部一拳，去攻擊對象就是日本的媒體人石板明夫。伊昨到台中演講，說無代無誌拄着攻擊。他派人過來的話，希望就是說讓我閉嘴。對於這個來說，如果後邊沒有人指使的話，應該是很難說服。攻擊石板明夫的查甫人身份是香港人，卻抓到了後，拒絕夜間精神。警察講會調查伊入境現狀，追查犯案動機，含敢有其他人甲伊直接。劉偉輝嘛講，這是7月7日中共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實施了後，頭一件跨境頂也未案件。不管是有任何的想法我們都希望在一個安全以及尊重彼此的環境之下，絕對不允許暴力。那這相關的事件我相信對台灣也是一個警訊。跨境頂壓將做即馬震盪的關鍵字。副總統透早致辭時嘛，主動講到，日本駐台代表片山和子嘛鋪文，講針對言論的暴力絕對無允准。石板明夫本人嘛講，這件代志無應該叫看作是單純的傷害案，非事件的背景含犯案的手法。這個幾年前香港人士佇咧台灣拄到暴力攻擊的事件有真濟小想的所在。香港的流氓來台灣犯罪，然後趁勢逃跑，製造一種恐怖的氣氛，他們是有成功經驗的。本身我自己也是一個被香港政府通緝的 activist， 但是我覺得一般民眾來說，的確會是有一個寒蟬效應。為過去的流亡港人到即賣石板明夫，中國跨境頂壓力頭是愈來愈有力。民族團結進步法推出頭一禮拜，就驚小想的代誌只是剛開始。